雲南普洱熱炒，茶商散戶以噸計掃貨，25000蚊嘅禮盒裝。我有時候比錢比看。內地客大手筆，好多人都知。佢哋喺過去嘅5一唔單止搶黃金周，仲搶茶葉啊！最近喺雲南同埋昆明呢啲普洱茶嘅主產區都出現瘋狂搶購潮。無論係散戶抑或係大茶商都大批入貨。咁 crazy 係因為今年嘅氣候乾寒得嚟又唔算嚴重，啱晒出靚茶葉啦。好似普洱茶茶王、老班章大樹茶無茶嘅平均價已經由舊年每公斤2800蚊人仔升到去5000蚊，部分樹齡長啲㗎仲升到去近9000蚊，真係勁誇張。就算其他茶葉嘅價錢都平均升咗3至5成。有雲南茶葉人士就透露，今年茶商唔似往年咁盲目入貨，反而斷噸咁鑽入出名茶區嘅古樹純料同埋大樹料。雖然呢股茶風都仲未吹到嚟香港，但有茶葉收藏家就提醒，想買貨嘅投資者最好揀啲大牌嘅普洱茶，因為冇咩知名度嘅企業，茶葉品質未必穩定，行情差嗰陣風險會增加㗎。